哦。一人一双手，拍拼着做头天。一份力，一份心，有心道理勇敢向前。团结一条心，拍着人间莲花枝。手牵手，心连心，以心奉献救众生。决心免怀疑，受到反倒嘛有信心。若要论真功夫，我是世界第一等。唔惊风，唔惊影，扛起责任向坚强，用信心感动天，上天帮助心愿完成。短短的光阴，把现在好良机，真修炼健康定，有情有义修道理。人一双手，拍拼着会出头天。一份力，一份心，有心道理勇敢向前。团结一条心，打造人间莲花枝。手牵手，心连心，以心奉献救众生。决心免怀疑，受到反倒嘛有信心。若要论真功夫，我是世界第一等。唔惊风，唔惊影，扛起责任向坚强，用信心感动天，上天帮助心愿完成。短短的光阴，把现在好良机，真修炼健康定，有情有义的修道理。无法度体会着咱老师伊的心意啦所以只是简单的解说如果若有讲了毋对，无符合的所在，盼望师父书笔写做，请各位前提甲护法多多包涵，这是护法的盼望。以上祝咱身体健康，法体充满，谢谢。感谢理论慈悲前大夫，分大夫。咱即摆来实践吼。实践。咱即摆来闭班啦吼。新义神元山义和圣堂106年度体会班圆满闭班，感谢上天慈悲，前道一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坛师一鞠躬，感谢讲师一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坛师一鞠躬，感谢讲师一鞠躬。那今晚这位来上全部。
人道鞠躬，婚道鞠躬。大家有一点补充者吼，咱有准备点心，吼，看一般的时阵咱是来一分吼，咱即马做伙来持架，向无极老母行三十公里，前倒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架前来一鞠躬，持架点传师一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架前来一鞠躬，持架点传师一鞠躬，各位前请晚安。